你知唔知道喺香港，每3名50歲以上嘅女性中就有1人患有骨質疏鬆症？你以為骨脆係老人專利？但其實35歲後骨質密度每年下降1%，計下跌得仲快過你份 MPF。咁點解骨質疏鬆會發生？係青少年時造骨細胞較為活躍，骨質發育增多，直至20幾歲，骨質密度達至高峰。隨住骨質高峰期過後，骨骼合成嘅速度會開始減慢，逐漸追唔上流失嘅速度，令骨質密度減少。除咗年紀之外，導致骨質疏鬆嘅因素仲有好多，包括性別和遺傳等都有影響。另外，不良嘅生活習慣，例如吸煙、酗酒同不良嘅飲食習慣，對骨質密度都有負面嘅影響。到底骨質疏鬆有幾麻煩？骨質疏鬆就好似骨骼小偷，無聲無息咁偷走你嘅骨頭強度，搞亂你嘅生活。尤其係更年期後嘅女性同老年人，骨質密度下降得好快，輕輕一跌就可能骨折，而脊柱、髖部、腕部係更加特別易中招，嚴重啲仲可能駝背、長期痛楚，甚至行動不便，真係影響生活質素。唔想副骨頭跌一跌就衰。呢部 Sonic 聲波肌肉訓練及震動治療儀用咗專利電磁技術同音響喇叭原理，產生4至30赫茲嘅垂直聲波震動，刺激全身肌肉同骨細胞。佢嘅震動療法原理係透過垂直式上下嘅高頻率、低振幅震動，使肌肉同骨骼產生共振，模仿人體步行時骨頭承受嘅壓力，直接激活成骨細胞。每日15分鐘等於逼你副骨做隱形負重訓練，久而久之可以有效減緩骨質密度下降速度，改善骨質嘅硬度同強度。真係科學驗證過嘅骨質疏鬆治療神器。骨質疏鬆唔係無得救。Sonic 聲御醫用震動科技幫你將骨骼變反堅韌，遠離骨折風險。只要加上健康飲食同生活方式，真係可以同骨質疏鬆講拜拜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多啲關注骨骼健康啦。